艺人王大陆则因为得病目前新北地检署已经咧侦办咯。昨摆又个爆出讲，王大陆因为嫌讲接机的车无好，佮怀疑司机泄露，叫朋友去教训司机，甲司机拍甲重伤，互检方声押禁见。今仔透早法院是裁定500万交保。王大陆伫13就要去做兵咯。台北市殡仪馆嘛表示讲，未来若有需要出庭是会当请假。 艺人王大陆进前才因为涉嫌闪朋友，受到新北地检署侦办。想袂到检警伫查考王大陆手机仔时，意外发现王大陆甲一位 Uber 司机互人整个影片传互其他人等风神，怀疑伊是西人涉案，只好分案指挥警方侦办。测试警方甲王大陆甲伊现有的朋友，按照涉嫌犯杀人未遂的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复讯。 我们后续针对只要涉案的对象，我们绝对会依法严办，绝不宽待。有关于这些犯嫌是如何能够掌握到被害人的行踪，警方目前在厘清当中。根据了解，王大陆透过轿车的平台到机场接机，又叫王大陆先欠车后，后来又搁怀疑司机驶远路，双方就挽起来。后来王大陆落车的时，发现锁匙落伫车顶，煞技术袂晓开特斯拉的车门，就卡车窗，双方又搁相吵。事后王大陆技术记下车牌，找朋友甲伊出开。 现有的朋友技术联络乌道，找 Uber 的司机。去年4月25找到人了后，毋但派人甲伊整，搁甲影片录落来。警方表示，被害人捌因为怀疑洗车互人对，向警方报案。被害人后来有离开了派出所之后后续来讲可能又跟被害这些疑似的涉嫌人在路上又遭遇到了，然后才发生了疑似遭到殴打的一个情形。 那被害人有第2次也有到派出所这边来请求协助。检方讯后认定王大陆甲现有的朋友涉嫌犯教唆伤害等罪嫌，有逃亡串证的疑虑，所以甲2个人声押禁见。初5透早，王大陆得到法院裁定500万交保，然后伊原底因为闪朋友，爱伫13日5，我该关心事情敢会变化。他如果没有符合可以因案办理延期侦期或因案缓侦的规定的话。 就是还是要依照侦缉令所指定的时间跟地点去报到服役。台北市殡仪会又讲，若准王大陆认讲了后，因为教唆伤害案，爱出庭应讯，会当请假出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